单票案投票宪法规定，要有76席的同意票，在亚定亚线干那62席，照办事看是未成。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台湾连续10档已经互人拒绝，官方团队有举办论坛，备流要出声来相挺。高雄大洲一搭涌水站，互人倒拒3箍，已经买5档的时间啊！环保局讲会要求行为人赶紧甲清除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明仔载5月20，就是赖清德总统就职2档啊，也毋过伫法院煞伫今仔日来举办总统弹劾案的投票。根据咱国这宪法的规定，必须得要有76席的立委同意。头拄仔呢，这投票的结果已经出来，同意票是56票，也若无同意票是50票，无达到标准，所以弹劾案并无通过。今仔日这投票查证了后，伫咧早起11点12分的时呢开始来开票，伫咧还未完全拢甲开出来进前，因为有7个立委是无来领票。根据咱国的这个宪法的规定，必须得要有76席的立委同意。也毋过即马咱在亚定亚是干那62席尔，也就是讲，除非这民进党有人来走票，若无即案呢是未成的。另外是讲，若变赢安尼母根本就是政治操作。再来关心的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在台湾呢已经连续10档拢无收到邀请。咱官方的团队伫外场是来举办一场全球卫生论坛，总统赖清德要录影片，强调这台湾是有能力通好贡献给世界。另外，咱的友邦北流也出声来相挺，讲排除台湾的这款行为是完全拢无理由的。以色列上大英文报《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咱卫福部长赵宗良的相片甲导师，台湾透过智慧医疗实力，甲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出声。卫福部世卫行动团伫咧场边举办全球卫生系列论坛，做医师的总统赖清德也以录影的方式甲国际呼吁。By joining the WHO, Taiwan could better ensure the right to health for all our people, and do even more to support the rest of the world. 虽然有11个邦交国提案小挺台湾，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也毋过伫中国甲巴基斯坦联手反对之下 ，WHO 落尾否决提案，互台湾连续10档互人拒绝。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处理涉台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咱国友邦北流批评排除台湾拢无正当的理由，政治因素无应该妨碍到健康，也恐惊损害到全球防疫甲资讯交流。By emerging zoonotic diseases, evolving COVID-19 variants, and climate-related health risks,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cannot afford gaps. Excluding any capable and responsible partner, including Taiwan, creates precisely such a gap. 面对中国政治施压，台湾今年头一届伫Geneva举办台湾智慧医疗甲健康产业展，用具体的行动串联国际。赵宗良伫国际记者会呼吁，健康是基本的人权，绝对袂当受政治的干扰。若准排除台湾2300万人，可能会伫全球防疫体系当中制造无必要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经济消息来看，昨昏美股是收乌，所以台股呢今仔日早盘也开正价，是破540点，险啊是无到4万点的。因为这台积电盘中上价是来到2205块，破35块。分析师是表示讲，这台积电的股价呢，短期以来受到地缘政治，也佮有美国总统川普的言论等等的干扰。若准甲放较远来看，安尼也是真乐观的。也若台股的底线这震动有较大，毋过外资也是认为今年5月的表现其实是袂歹的。AI 相关的股票应该拢会正旺。也若这美国联准会有可能是袂降息，对台股来讲应该是会有大变动。另外，再来看高雄大树竹寮养水站的这个后壁呢，自民国111年，互人甲偷倒2堆旧衫裤到单，已经有要6档的时间啊，拢还未完全甲处理好掉。嘛，因为这附近就是泉水的水管，所以引起环境的危机。其他头地检署表示，无必要用这种方式来保存证据。也那环保局是表示讲，会要求行为人赶紧甲清除掉。
包括一捆一捆蹲干那山的旧衫裤，都蹲伫咧高雄大树竹寮储水站的正后尾。因为所在偏僻，毋但附近农民无人知，就连在地议员嘛是去会勘看到，一问才知影，这住111年就互偷倒伫遮，甲打蹲5年啊，审判的行为人113年就互起诉。议员讲，迄附近有满泉水，本数一吨就是5年拢无处理，衫裤顶悬的面料若是倒落土地，敢袂污染水源。经过5年了，为什么还留在这里？他回答我什么？因为要保存证据。你要保存什么证据？要保存5年呐、这是水源保护区。第7核专署在干什么？目前由侨院审理中，为加速场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4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那环保局讲有证据保存的问题，桃园水利署第7号传署18下暗嘛发新闻稿强调，案件压得深，爱保存证据才无清掉。不止个桥仔头地方法院讲，将来都无证据保存的问题。可以从收案时起，就命被告等人尽速清理，从未以尚有证据保全为理由要求不得清理，而被告等人也已提出清运计划，并送环保局审议中。本所山蹲5年无清，讲是为了证据保存。相关单位一人讲一款，到底是倒一代联系做不好？若是无去理清，损失的也是民众的权益。记者郭家库朝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这件代志，有影是有较含糊，这是宜兰火车头后野的林森停车场，互民众指控讲，伫遮停车11分钟，竟然是爱纳60块的停车费。县政府去到现场甲稽查，结果所发现讲，这搭停车场伊的登记证已经过期啊，除了就停业，也甲罚3000块。县政府嘛讲，刷落若准阁接到民众的检举，安尼就会继续稽查，继续甲罚。车驶入去停车场停11分钟，随就驶离开，掠准讲唔免纳钱，煞去用算1点钟60块，这互车主实在是足袂爽嘞。停车人离很远，对不对？我只能看到那个半小时30元那个大字，那等于他骗我进去之后，他才跟我讲，他下面很小字有写1小时起跳。这是伫宜兰后火车头的停车场，最近发生一个消费的纠纷。停车场表示，现场拢有写，头1点钟就是用1点钟的额来算。啊，不过车主表示，这写了伤细字，根本看袂清楚，气甲铺上网络。不过，县府到现场稽查，发现停车场伫去年10月，停车场的登记证就已经过期啊，违法营业超过半冬，所以要求因爱马上来停业，嘛依照违反停车场法罚3000块。经过我们查证，这个停车场的登记时间已经逾期了哈。那我们查证以后，我们会依法对停车场的经营者处罚。不离个这间停车场到单也搁咧营业嘛，有袂少民众去遐停车，因为这个停车场就正倚近火车头，所以真侪民众都要去停。那部分的民众就希望讲，县府应该爱赶紧辅导业者合法。非法应该让他赶快合法化吧。当然，如果可以，当然尽量合法会比较好。县府即马讲业者若无要停业，若准阁接到检举，就会去稽查，继续罚钱，而且会使一直罚。若是宜兰县府的消保官就表示，依照消保法的规定，这字就爱写好清楚，嘛爱互人看会到，继续是安怎，嘛爱互人拢知影，才袂发生争议。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要来加强驾照的管理，有个这修正相关的法规，互人吊销驾照3档以上要重新申请。伫考驾照进前呢，拢爱先去驾训班上课。要若是违规偷驶车，安尼就等于讲是无牌驾驶。乌多摆上档是罚3万6，要若轿车是罚6万块，按算6月30就会开始施行。就是这个姓林的查甫人，因为真侪届啉酒赛车，搁拒绝酒测，去年去互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的头1名，累计罚款达到504万，搁互人吊销驾照，限制33年内未使考照。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决定，甲伊转去防治中心做研究的治疗。未来才会互人吊销驾照3年以上的，爱完成驾训班训练课程，再使重新考照。当然是要啊，要比较合理。对啊，因为现在毒驾啦、酒驾这个是太严重。其实我觉得效果不大啦，但是如果真的要罚，我觉得钱罚多一点，或许还比较有用吧。
为了加强驾驶人正确观念，交通部去年推行驾照管理376，今年5月18号移过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顶3法规，像讲驾驶因为啉酒驶车，也是违规肇事致使人死亡，互人吊销驾照3年以上的，即马规定期满了后就会当直接考照。不过今年6月30开始，爱甲新手驾驶同款，完成驾训班的课程，补强交通法规认知，才会当重新考照。他要在重新考领驾驶执照之前，必须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的驾驶风险的课程，重建他对交通法规的认知，包含的是要有养成主动停让文化跟具备正确的法规的观念跟知识。根据统计，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每年机车、汽车各有差不多5000人。交通部讲，未来新制实施了后，若是无完成驾训班训练，违规上路，会当作无照驾驶。机车罚18000至36000的罚款，汽车会罚36000至6万块罚款。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基隆市昨下晡是接到通报，讲有一个汉他病毒的个案。市政府表示，讲这个个案，伊是一个住伫新北市南口40多岁的男性，伊是伫基隆上班。4月初7号鸟鼠甲咬着伤以后，5月初2就发病。目前这人呢已经出院啊，也若有接触的11个人拢无症头。市政府这方面也已经大消毒。基隆市环保人员伫咧市区4个位啊展开大规模的清消作业，因为基隆市府伫咧18下晡启用通知讲有汉他病毒的个案，是一个住伫咧新北南口40多岁男性伫咧基隆食头路。我们会用最大的力度来进行这个清消跟灭鼠的一个相关工作。最后还是跟大家要说明一个这个病理的一个情况，就是汉他病毒就台湾所有的案例来说是不会人传人。这个个案疑似伫咧4月初7清理环境的时阵发现鸟鼠，结果无细致去互鸟鼠咬着伤，5月初2就出现发烧、走白等等的情形。他在当下是在协助做那个区域的清洁的时候，有看到老鼠，那他还是有想要去协助做灭鼠，所以他是在主动做灭鼠的过程中才被老鼠咬伤。新北市卫生局已经证实，患者预计伫咧19就会出院，嘛已经伫咧第一时间启动疫调，甲11个接触者列入观察的名单，目前拢无症头。第一个时间接到这个通报以后，我们案组的住家林口，我们已经清消完毕。目前为止，新北市一切都还在掌握当中。基隆市府特别呼吁民众，若是发现鸟鼠，千万唔通用手甲抓，应该通报市府即并清消甲处理。也若针对汉他病毒的病理特性，医师就表示，因为暗做期真长，较好诊断。潜伏期最长可以到2个月，所以其实它很难诊断的。大部分都是比较轻的，都是像类似感冒，就是有发烧、肌肉酸痛。因为汉他病毒主要是吸到也是吸到有病毒鸟鼠的尿屎，医生就提醒，伫咧整理环境的时阵，一定要甲喙暗、手笼挂好势。若是出现疑似病症，就要赶紧去病院，而且主动讲捌和相接触过，才会当避免病毒外传。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中华的溪州有一间日照中心是传出哪像有鹿螺病毒的菌株感染。5月13开始呢，这日照中心就有14个时段是接续安尼出现胃肠无爽快，也是讲这发烧等等的症头。目前这卫生局已经去采验，也若长照中心嘛暂停营运大消毒，上紧5月2日就会重新开放。时代体伫病床，看起来真无爽快。有议员表示，伊顶礼拜接到民众通报，讲厝内80多岁时段伫中华县溪州乡的日照中心，疑似喂到鹿螺病毒出现走白的情形。一问才知影是菌株感染，拢总有14位时段出现症头。5月16的时阵迄个咱的老宝贝的家人因为他的老宝贝到了我们的日照中心。结果回家以后就开始有这个腹泻的状况连拉了5次。中华县卫生局指出，这间日照中心大概收容30位的时段，因伫14接到通报，讲日照中心出现走白的菌株感染，遂派人员去现场稽查，进行环境消毒，怀疑是去喂到鹿螺病毒，拢总有14位时段出现走白、发烧、脚无力等等的症头，目前检体已经上验。本局在上星期4接获日照中心通报疑似腹泻群聚，随即指派防疫人员进入机构进行疫情调查。
发现有14位长者有症状，疫情初步研判怀疑是诺罗病毒感染，随即进行环境大清消，并立即停课。卫生局表示，过去诺罗病毒较接发生伫有带媒服务的长照机构，即个是头摆发生伫日照中心，感染控制会较复杂。未来会要求日照中心，若有一个人出现走别的镜头，就通报，加强隔离。目前这案无阁增加胃病的人数，上紧伫2日日照中心就会重新开放。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带先来关心的，就是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访问韩国。今仔日早起对东京出发了后，伫台湾时间11点左右，人已经去到韩国的大区机场。看到这高市早苗，伊是穿朴色的西装外套。即届呢，伊是要去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安东市来访问2天的时间。预计今仔日下晡，这2个人会来进行2场会议，要来讨论这中东也有印太地区的局势，也针对2国合作来交流意见。双方预计是会签署这强化能源安全保障等等的合作文件，建立对话的机制。伫会后才会共同来发布记者会。另外，再来看这全球第一大富豪马斯克呢，伊是来控告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 落尾煞来裁定败诉。这马斯克是认为讲，这个 OpenAI 伊是违背当初用这科技来造福人类的心意，甲伊所捐出来的钱摕去乌白母，想要用钱来滚钱。针对着这个判决，伊的律师团是讲会继续上诉。这场是涉股甲全球科技业主办的世纪官司，到尾伫短短无到2点钟内就分出输赢。美国加州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全球大富豪马斯克控告 OpenAI 甲执行长阿特曼等人的案件，因为提告的时间上晚，超过追诉的时效，所以裁定马斯克败诉。这也代表 OpenAI 唔免赔偿。And it did not take them 2 hours to conclude, upon deliberation of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pieces of evidence and days of testimony, that Mr. Musk's lawsuit is nothing more than an after-the-fact contrivance that bears no relationship to reality. And they kicked it exactly where it belongs, which is to the side. 马斯克伫2024年提出这个诉讼，指控阿特曼等人甲伊捐出来的3800万美金，甲原底是非盈利的 OpenAI 转型做追求利润的商业公司，而且接受面冷等等投资者数百亿美金。马斯克批评这个行为根本就是创歹慈善机构。阿特曼过去伫论坛当中，捌讲到商业模式转型的必要性。Of course, people have different things, and we'll need different ways for people to opt in, opt out, and how to have an economic model that works. 虽然陪审团是因为追溯时效驳回马斯克的指控，也毋过马斯克的律师团队也是认为 OpenAI 违反慈善信托，而且甲这种提公共补贴转型趁钱的做法，包装做涉股一种新的步数，因讲绝对会继续上诉。You take publicly subsidized funds in the form of a charity, and when your ambitions require more money, you simply put all the fruits of that revenue, the technology in this case, into a for-profit apparatus, and the directors and officers of the charity are enriched to the tune of billions. 对着 OpenAI 准备启动可能有1条美金企业整体评价的初次公开发行，佮加上背后有美冷700亿美金的帮助。另外一边，马斯克的 XAI 也要来抢，这场牵涉到商业利益佮人工智慧未来发展路线的竞争，看起来要因为这个判决就轻轻放落。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由跨国研究组织发起的海洋普查呢，是用1天的时间出海13抓，拢总是发现1121种的海洋生物种。也因为目前这全球呢，还阁有9成的海洋生物是还未互人发现的，所以科学家是透过平台来开放数据，毋但是分享互大家知影，也来提高海洋保育的观念。由跨国海洋组织发起的海洋普查，第1天内启动13届的完整航行，卡车下过南极洲、日本近海、东帝汶、澳洲甲东非结膜的海域等地，发现有1121种海洋的生物种，包括人讲的幽灵山的银虾，第日本深海发现的共生轮塘，阁有这个看
无生动物，所以利用球体掠甲壳类的食物来食的乒乓球、海绵生物。另外，还有其他的物种，亲像酸蚵、金仔、虾仔类、海胆、甲海葵等，拢是海洋普查的新发现。科学家表示，这届发现的物种数量虽然真济，不过这只是占咱唔知影的海洋生物的冰山一角。Less than 10% of species have probably been discovered so far, leaving 90% of unknown diversity in our marine environments. The species is kind of the basic building block of that, and if you don't have names on these species, it's very difficult to study and protect them. 相当前启动的海洋普查计划，由日本企业甲英国海洋保育组织 NECTON 基金会发起，佮联合各个海洋科学组织，借着高科技的潜水设备甲分类学家的协助，前往偏远的海域进行探索，来弥补人类对海洋领域认知的欠缺，拟定海洋保育研究的方针。Every species in the ocean is contributing in some way to the life system that makes all life on Earth possible. We as a single organisation cannot operate at the scale and the speed which we need. We have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根据英国的科学验证证书，新物种对发现到得到正式的名称，平均需要13天半的时间。这代表真侪物种在互人正式宣布进前，就面对灭绝的风险。海洋普查计划所摆建立全新的数位平台 Nova 和新物种的观测数据会当随互人登录，佮公开共享，来加速海洋保育的脚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又搁发生这家庭暴力的案件，转来看咱台湾嘉义县的有一个48岁的查甫人，就是因为主家互伊68岁老母家骂，结果情绪失控，转架菜刀甲老母扑，造成这老母呢颔棍甲手拢有着伤。地方法院认为这个嫌犯已经有几届家暴的记录，而且太这直系的亲属是同罪，目前已经裁定羁押。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将受伤的查某人赶紧送到病院。嘉义县的大拿10号发生后生摕菜刀攻击老母的事件，迄当时厝边听到大声喊救人的声音，两面打电话报警。听着真的很恐怖，他儿子听起来是站起来啊，然后就他妈妈就急得这个把心就喊救命啊救命！警方获报后立即赶抵现场，依家暴现行犯逮捕林姓犯嫌，并通报消防队将伤者送医。全案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伤害直系尊亲属、杀人未遂等罪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现场共一名女性伤者67岁，颈部6公分刀割伤，意识清楚，给予相关处置，送往慈济医院救治。警方调查，母仔囝因为主家咧冤家，48岁嫌犯不满老母讲伊无头路，佮浪费电钱，情绪失控，才摕菜刀攻击家己的老母。加在老母送病院，暂时无生命危险。厝边就讲嫌犯别拿啉烧酒，就会甲老母来起冲突。虽然唔捌对厝边安怎，但是也是感觉压力真大。一喝酒可能情绪不好，会针对他妈妈。跟他妈妈时常吵架。对，跟他妈妈就然后厝内代志啊，但是邻居住隔壁，伊就去伤害别人。这拢到老岁啊，伫遮哪像讲，拢算住伫遮心情较好个迄落。因为这安尼你就变做讲有一种压力，当时半暝嘛困袂去，当时要掠讲嘛唔知。被告之前有多次对被害人为家庭暴力行为，足认被告有反复实施家暴犯罪之余，本院考量被告酒后持刀攻击母亲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及被害人生命安全等情节，认为有羁押的必要。家己地方法院表示，嫌犯有承认攻击母亲的事实，无承认有杀人的动机。但是对摕菜刀的过程，甲母亲的讲法无同。目前专案会交由检警进一步来调查详细过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继续来看这台中潭子的清洁队呢，最近是因为囤2800顶这个废弃的碰床，摆几排卖书是万里长城咧，互人烦恼讲恐惊是有卫生的疑虑。环保局是解释讲，因为这处理的厂商目前是当咧换这个合约，所以只会当先互清洁队用人工来处理，目前已经有加强消毒啊。碰床蹲甲亲像山，斟酌甲看，竟然是摆600米遮尔长。台中潭子的清洁队最近出现碰床摆甲落长，自空翕的画面看落去较惊人。这2800张的碰床都已经蹲伫咧遮差不多9个月，互大家感觉讲实在是无介清气哦。堆那么多哦，那如果下雨天，如果有雨水积雨水之类的，蚊虫都会有吧？对，那样听起来就很不好。那阮遐水沟嘛是足济啊，搁遐落沙啊，和一样啊。那都是水沟里面啦。
根据台中市环保局的统计，台中市一档有7万张的碰床要处理，到今年4月为止，也有2万张的碰床停效处理。2024年清水的清洁队嘛发生过碰床蹲甲规大堆的问题，除了定期无药消毒，防止蠓虫生炭。另外，逐工嘛派2位的队员人工去拆这废弃的碰床，不过速度是较慢，一天才会使处理20张的一般的碰床，或者是10张独立桶的碰床。那传统在处理在拆解上，它人工的拆解是速度稍微比较快一点，一天大概可以到20床左右。那如果是独立桶的话，大概是数量只有1半左右。相关的人力拆解，或者是我们会把它挪移到相关的战制厂这边来带破碎。那本局本来就已经有发包相关的机械破碎的标案，正在课证其实执行当中。环保局表示，废弃的碰床内底有一寡铁件会使回收，原本是予外包的厂商用机械来破坏。不过最近这铁的价格实在是真低，厂商收的意愿原来是无悬，采购按因此来流标，后续会改变标案的方式，卖增加机械破碎的数量，希望会使赶紧来解决这4月拢是碰床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环境的问题，来关心这台南市东区忠义黄昏市啊呢，这路边的水沟内底有红的甲青的塑胶点，附近的人其实拢怨叹讲，因为这水沟啊是当年拢无清，所以味呢是真歹闻，甚至阁有鸟鼠也是讲家蛇会走出来，所以因才用这塑胶点甲水沟砍掉咧。市政府是委员讲，伫拜五进前就会提出改善的方案。因南市东区忠义黄昏市啊，到市立病院这搭行，车路所有挂青色、红色的塑胶点，实际甲拍开来看，下面竟然是水沟啊挂。附近部分的住户和店家怨叹，这水沟啊当年拢无清，内面规油垢和臭味真重。果不其中，大家就安尼用塑胶点甲水沟啊挂砍咧，实际行去市场内，反而是认为市场附近有臭味是难免的。另外嘛有反而讲，逐工暗时8点收淡了后，拢有专门的人来洗。都有臭味啊！恁遮水沟啊，就用迄砍掉的哦。系啊，对啊，阮一点拢爱砍掉的啊。啥啷讲？拢有臭味啊。你会冻袂掉，敢会冻袂掉？会啊。人咧水沟啊，公司拢有咧清咧。对你敢有困扰，就是这味的部分还是？我也无闻到啥物味，你啥物困扰？水沟比较有味道。有味道。右边比较没有。臭味互附近的住户挡袂掉。另外这边的反啊坦白讲，砍这是因为惊鸟鼠和家蛇出来爬走。面对地方的环境卫生问题，有明代是偏向市府拢无积极处理，甚至对今年开始针对青沟的问题，前后拢总提案误解，要求市府就要清理。不过煞到担有缘地标无治本，伊要求市府应该就要随启动第2预备金，赶紧买专业的设备。家蛇啦，鸟鼠啊，而家走来走去。好啊，所以恁得烦恼讲会影响，所以恁得家砍起来，加野走。后续将盘点整个环保局清沟机具的数量，争取预算来购置。那此外，环保局也有委外的清沟的合约。必要时将调度清沟车投入清理。目前全台南有19台清沟车和18台高泥车，主要负责道路切沟的清运。丰台期正前，因嘛讲会针对地势低、高饮水所在加强清理。那市府这边有要求环保局和相关单位到场勘查，答应拜五进前会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这立法院是今日来举办总统弹劾案的投票。目前根据这开出来结果，同意票是56票，无同意的是有50票，也就是讲无达到这个标准，这案是无成的。另外讲，这若变赢呢，安尼母根本就是政治操作。特别到苗栗县出席白沙屯妈祖病院动土典礼，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今年予苗栗县的经费加28亿，嘛希望县长郑东景会当到3天，予总预算会当尽速通过。现在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没过我没有看到你出来讲请立法院中央政府总预算要过总统怎么看待今天立院的弹劾投票？同一个时间，立法院正在进行咱国宪政历史上第一摆总统弹劾案表决，时间点拄好伫赖总统就职2周年的前一暝。不过，根据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现有的113席立委当中，必须要有76席同意，弹劾案才有可能成立。不过，目前在野立委加起来拢总62席，这案是真歹下过。这是一个历史的记录，也是对国家施政的相关的这些表现最直接行使民权。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
这2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让全国国人能够看到。2023年赖清德总统开出的4大支柱已经是4大皆空哦，那整天空话治国政见全面跳票。若要党团强调，就算当起案无法度通过，毋过嘛要留下历史记录，袂少人投票了后，拢甲票点出来。若民进党团嘛伫党团大会当中做出决议，做伙入场投下反对票。国人同胞现在在乎的是，大家可不可以一起，朝野一起来拼经济，来拼民生。那社会大众不希望看到的是，在野党这个拼政治、搞斗争。我想这个是大家不乐见的。行政院长杜永泰是希望立法院伫弹劾失败了，朝野之间会使过运和好，正义会使继续和解共生，找出上大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行政院长杜永泰是宣布要来推动0至18岁专庭支持方案，包括这用婴囝升级会当用到囡仔6岁，也若用婴主体呢是会当减税，就连结婚、生产也是讲陪产，拢会当互劳工这请假会当合理化。预计后礼拜行政院会都会来讨论。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个小甜点。甲法国修道院的电路可丽露摕起来，行政院长杜永泰强调，可丽露上定电小食物，而且需要耐心甲专业的电路，就甲行政院施政时阵会电小咱台湾人每一份资源。19行政院举办520记者会，为着应对少子女化，杜永泰宣布要推出0到18岁专定支持方案，为生囡仔、幼囡仔到教育3阶段来减轻家庭的负担。弹性的育婴假会升级为育儿假，到6岁之前都可以适用。另外，我们会推动育婴住宅的减税优惠。杜永泰强调，卖互分产假、陪产假合理化，鼓励斗阵的2个人共同来养囡仔。相关的规划，预计后礼拜就会伫咧行政院会讨论。杜永泰嘛讲到，政府过去2冬完成3大重要工作。包括产业升级、劳工加薪水、扩大社会照顾，未来会推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希望企业赚钱，嘛要甲劳工加薪水。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3万元。对军公教的调薪，我们会在这样的前提跟原则底下，会进行思考跟研拟。也若全社会煞过，外界在关心台海局势变化，杜永泰嘛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事实，不容改变。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事实跟现状不会改变，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在台海地区、印太地区、南海甚至日本周遭进行各种规模大小不一的各式军演，破坏稳定的最大的根源。杜永泰嘛，甲中国化话，伫咧主权无妨迫害的前提之下，两方应该爱平等交流对话，包括咱台湾人期待观光交流，政府拢有准备方案，在等中国愿意用正式的官方管道做伙来沟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海巡署甲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有来合作，自1814年开始有成功抓到14件以人体甲这行李跨境运毒的案件，期待是超过新台币8000万，抓到各个嫌犯22个人。新的运毒的方式层出不穷，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体的运毒以及行李夹藏的1级毒品海洛因。也是个案层出不穷，我们坚定打击。镜头呢，当看到这犯案的人是把这海洛因遮的毒品藏伫行李箱仔内底。海巡署强调讲，查到的这14件跨境运毒的案件，这毒品加起来差不多是会当互77万人次来使用。那准落流出去，安尼恐惊是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其实这几天来呢，台北市拢有这假毒塞车的案件。根据这个警政署的统计，2020年1月到4月这当中，拢总是查到4725件，这个数字是比去年同期阁增加2.7倍。内政部是来宣布假毒塞车防治新制呢，已是正式实施，包括着这个喙烂快筛阳性是会当现场抓人的，也那假毒塞车嘛来列入这预防性的记录。另外，交通部嘛来研究这未来会加重这个
假毒赛车的刑罚。食毒赛车的代志是常常发生。根据警政署的统计，2026年1月到4月查到4725件，比去年同期增加2.7倍，显示食毒赛车的问题是真严重。内政部警政署拜二宣布，食毒赛车防治的新制度正式上路，要加强毒品防治的力头。降低交通安全上面的风险的时候呢，警政署可以说是展现了相当多的这个量能哈。那同时呢，我们在源头打击的部分也是一样哈。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这个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警方指出，这摆新制重点有2项，头一个是引进取拿毒品的快筛，若是伫现场验到阳性，也是拒绝检测，唔免搁请示检察官，都通伫现场按照现行犯来逮捕。另外一项是配合刑诉法的修法，把食毒赛车列入预防性羁押范围。5月15开始实施，针对有食毒赛车记录、行为异常等有高风险的人，警方都通甲法院申请羁押。那交通部讲，未来嘛建议加重食毒赛车的处罚，要加重罚款。那我们也会同车连坐罚，那加强强制的尿液裁剪，那也有包括说如果是吊销驾照，我们要重新考领的话，都还要有戒治的一个依据，我们才能重新申领考照。除了新制上路，内政部警政署嘛宣布，会甲交通部、法务部、甲高检署等机关下部会合作，阻挡毒品的流通，甲食毒赛车的风险。共同守护个人道路交通的安全。记者高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再来看这个新德关公河起科诊所呢，伊是涉嫌来请这无医师资格的人来进行医疗行为，而且搁诈领健保费。前几日啊，这警察终结，检方是认定这诊所的负责人姓柯的男性等5个人有涉嫌违反着医师法，所以依法甲因起诉。诊所已经关门，连看板嘛拢拆了。新德关公河喙齿诊所进行爆发，聘用无合格医生执照的人替病人进行医疗行为，而且搁诈领健保费，不法所得拢总875万6千多块。新德地检署对姓柯的负责人等5个人提起公诉。经比对病历、健保资料、诊所日报表及收费记录后，本署认定负责人及不法从业人员共5人。均涉犯医师法非法执行医疗业务、刑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及共同诈欺取财等罪嫌，本署依法提起公诉。根据检方调查，自称医生姓严的查甫人，虽然有伫国外摕到气科系毕业证明，但也未摕到台湾的医生执照。新德关卫生局提醒民众，大家看病时一定要选有合格的医生，才有保障。依照法令规定来做后续的了解或者裁处那为维护县民的就医安全，我们卫生局也持续来执行基层诊所的督导考核，严格的来把关医疗机构的品质。新德地检署表示，负责人除了聘用无合格资格的人来看诊，甚至制造不实病历诈领健保，唔但破坏医疗专业甲健保制度，包括病人伫唔知影之下承担医疗风险，所以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高雄一个姓涂的警察，因为偷袭真侪报案的女性，即马已经互人家免职。不过有这受害者出面来控诉，讲伊捌互这个警察呢咧甲办案的时阵，有2届拢甲这个笔录去甲关起来，而且佮要求这个受害者爱甲衫脱起来互翕相。这代志发生了后，伊佮随甲这相片拢甲抬互掉，落尾检方是以证据不足，无甲伊起诉。对着我的臀部跟属膝部，还有大腿私密处，就是拍摄了非常多、非常久。偷袭案的其中一位受害者后田目阔红怀疑出面控诉，家己案件无得到起诉。高雄一名土城员警爆出伫办案过程当中偷袭几啊名报案女子，高雄 AI 合成裸体相片。高雄地检署侦结了后，针对土城男子偷袭6名女子，以违反个资法甲成影像罪嫌起诉。土城男子也互人示头路，不过外力指控伊嘛是受害者，表示迄当时甲男朋友有肢体冲突。报案了后，姓涂的员警到现场处理，用卖影响其他房客的理由将房间门锁起来，佮警察办案要看有受伤无，乖外里烫衫，做指定的姿势配合翕相。删除手机照片23张，执勤密录期间关闭密录器2次，当天开启手机项目高达42次。不了解就是我的案情这么严重，然后被判不起诉，其他人却起诉了，被起了公诉，那我的案件呢？天道何在？
外力不满家己案件上严重，所以互人抬相片证据拢无去，案发到今已经变2档，一直到这个环境互人起诉，甲石头路警方才来甲伊联络，态度散散，目前已经申请再议。另外，涂姓男子伫案发了后，把伊特份资格调往分局警备队，互人质疑出代志阁有通保头路。高雄市警局是回应讲，检方正式起诉了，就随甲涂姓环境态度，嘛会派专人继续关怀被害人，提供必要的保护甲协助。性平的教育的话呢，我们还是会督促，就是高雄市警方要按照我们性平教育法或者性平工作环境的部分呢，跟我们的现职的员警做性平教育的教导。对被害者质疑警方执法无够精壮，劳西方强调会落实性别平等工作法，检讨执法定数，加强性别教育。高雄市警局嘛表示，会检讨内部管理机制，追究主管人员的可监责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医美诊所的偷翕案，有专家是认为讲，目前这市面所卖的健康的摄影机呢，其实拢有通过认证，是有合法的。一般来讲，就是为着机架的安全。因为伫网络顶头所卖的，其实有真侪拢是无合理的特殊规格，这就需要这政府赶紧来规范啊。因为内政部是表示讲，会搁详细来讨论。像更衣间要换衣服的地方，就先观察四周有没有监视器或者是针孔。如果自己去外面可能住饭店，或者是像你之前说那个什么泡温泉等等，会稍微去看一下隐蔽的地方会不会怪怪的。因为最近医美诊所偷翕风波，互民众对着个人私密更加注意，就惊互伪装型的这个摄影机偷翕。台北市长蒋万安甲作为立委就建议修法，希望经由各位时性命制，做好源头管理。不过，反偷翕涉密专家讲，市面上卖的伪装型摄影机是通过认证合法卖，大部分用在刑事侦防也是卡机安全，和必须人士乱用状况，恐惊大部分出现在非实体也是境外通路。一般客人会跟我们讲他的用途，所以我们会做第一层的筛选，比如说上课他要录影，做回家要复习，然后第二层就是家里面家暴要收证或者居家监控用的。那说实在，你实名制，你管到只是国内的中小企业。但是今天真的想要意图要犯罪的人，他一定从国外的管道买进来台湾，那你就无法可管了。比如说沐浴乳的罐子啊，你要装在抽风机里面，或者什么刮胡刀，或是鞋子，这种比较不属于一般搜证环境下会用到的。专家讲，虽然目睭看袂写出来是口位是毋是有伫偷翕，不过民众因经由观察这个所在，也使具有特殊红外线波长顶这设备来预防。不管摄影机是毋是有开机，只要有镜头就会出现光点。因为对特殊规格摄影机的流通，内政部讲就加加经济部加地上平台研究管理方式。现在上网直接搜针孔摄影机的实名制是不是有机会来做限制哦？偷拍只是它因为它使用不当，但是我们还包括比如说行车记录器或者是我们的密录器。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家暴的妇女，她会在家里面安装这些摄影机，或者是家里面有老人的，用途非常的广，所以我们在规划那个实名制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警方的联合稽查进度，内政部长罗世峰也讲，警政署已经下令各地警察局主要负责查缉违法。因为相关场所主管机关线伫无共部会，像卫福部负责医疗、医美诊所，运动部负责健身房，也个运动中心，也拢必须爱联合稽查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屏东房山一搭滨海步道呢，因为这双手挖这栏杆了后，熊熊感觉擦擦，甚至佫会痛，也佫出现红又佫肿的这个镜头，所以赶紧去到病院来处理。网友其实拢讲，这栏杆表面的玻璃纤维就是这主要的因素。房山乡公所今仔日去到现场甲查，表示讲这步道呢已经启用要10天的时间啊。过去其实毋捌发生类似的事件，提醒民众若总发现问题，就会当随时通报。相片看到手骨规个用大布搭起来，避免搁去擦到。当事民众答问讲，16下晡赛车要去垦丁佚佗，经过房山看到海景真水，落车行到边仔的步道要翕相，煞无想到手放伫步道的栏杆了后，开始出现擦擦的感觉。伊发现步道的栏杆顶悬有一层透明会反光的物件，因为互踩到的所在开始红佮肿，就赶紧先到放疗病院看医生。先帮我做初步的打针消毒这样子。当下会决定要去急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就是刺痛，然后红肿跟发痒，就是看起来像一般的围栏，大部分应该都会手扶着围栏去做拍照这样。当事人讲，经过2天，双手刺痛感觉有些较消啊。答问引起袂少网友讨论。房山乡公所19随派人到现场，表示这个栏杆差不多做10年，是头一届发生这款情形。栏杆是用玻璃纤维强化塑胶做的。
实际用手去扫嘛无代志，因为民众无向伊反映，所以无法度进一步了解发生的原因。白白物件有游客一摸就知影是玻璃纤维，拢讲这会穿爱洗衣。没有问题啊，对啊，我说这可以去擦人，哎，没啊。不会啊 ，FRP 的材质啊，它是比较耐候了，就耐热，它比较不会变形。你觉得这个玻璃纤维弄到手的话会怎么样？会痒啊，会痒。对啊，因为这个弄到肺里面会沉积在肺里面啊。是，对，这所以对人体是有害的。乡公所表示，若有碰到问题，会当通报，才有法度进一步处理。记者再去到步道，用贴布会甲白白玻璃纤维粘起来，用手摸会擦擦。民众认为日头拍玻璃纤维会落去，建议乡公所定期保养，避免囡仔也是无注意的人，搁去穿到。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全台湾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国小呢，是伫咧高雄。即马就连南投嘛有机会会当来设全台湾第2间的台语小学啊。这管技员林友友伊是提出讲，会当甲这南投县内因为少子化有这废校危机的微型的小学转型，互变做是台语的实验国小。若是会当互这个囡仔有一个浸水式学台语的空间，嘛会当替偏乡的学校找到新的出路。南投县目前138间国小当中，学生的人数无到30人的小型国校有20间，面临招生困难、搁停办的危机。南投县议员林友友建议，认为县府提早辅导转型，做台语也是客语的实验国小，互学校有特色、有终身的机会。在微型小学会使来顺利来甲伊转型并做台语实验小学。今仔日早起2号。阮上课听到，鹿谷乡水田国小是偏乡的国小，全校只15个学生啊，毋过台语的朗读表现真优秀。校长表示，学校一直真认真来推动台语的教育，家长嘛真支持。把做有法做转型做台语实验学校，对学校的招生也是有帮助的。尤其呢，台语是国家重要的语言之一。所以呢，互囡仔有法度传承咱古早人的智慧，对咱囡仔的所有的帮助也非常的大。我感觉写才试看买啦，很多语言都需要尝试嘛，就像英文一样啊，所以台语也一样的重要。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人口调查，平常时会使用台语的囡仔只剩7.4%尔，安怎会当提升台语的人口，成做真重要的课题。文化部民俗省议会委员杨志忠，伊提出一个日本时代的契约，伊讲这拢要用台语，较有法度看有。同意者是台语的写法，北京语无人咧写同意者，内底所写的语言，拢是要用台语来解说，才较看有。如果这族群也无语言来讲的话，都无存在啊！这自然就无啊。我真赞成台语的实验学校会当做正经的教育。目前国内有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国小，就是高雄的板岭国小。南投一议员提出了这个想法了后，地方嘛期待未来会当在南投成立全台湾第2间台语的实验国小。记者安怡秀南投报道。今仔日5月19是白色恐怖记忆日，77年前，这国民党政府嘛是伫这共一天来宣布戒严，了后这台湾就来经历这白色恐怖时期，真侪人是因为言论甲思想受到政治的迫害。即马文化部国家人权博物馆是伫咧今仔日来举办纪念典礼，甲这个受难者前辈致意。一个名字拢是已经逝世的政治受难者，现场也透过头名默哀。5月19这天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宣布戒严的日子，了后的43年就是白色恐怖时期，有真侪人因为言论思想受到政治迫害，并间自2024年开始倡议，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国家人权博物馆嘛在19这天举办纪念典礼，邀请政治受难者佮家属，也佮有关注人权和遵行正义的民间团体来参与。努力了20年，经过许多的朋友的帮助，都是外面的人啊。得到这么样的帮助，才让杜孝生这个名字重新被看见。以前都只有纪念228的受难者，现在我们白色恐怖受难者
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纪念的一天，只是很遗憾的，就是在立法院没有通过国家级的这个纪念日。为着卖互这段历史互世人放袂记，互政治受难者甲家属会当恢复尊严。文化部表示，有透过规划转型正义的场戏，互民众了解。亲像义工教会已经正式挂牌，也有拍纪录片，当地中国机嘛当地规划。今年也拍算推动国际人权电影节，嘛希望互中正纪念堂这个为权上顶的所在，通正做人权教育园区。不是只有人权馆来做，我就把中正纪念堂，也就是我们未来想要变成是一个人权教育园区的这个场域，还有一个我们本身文化部拥有最多影片的这个影视厅中心，我把3个单位绑在一起，在台湾开始办这种人权影展。文化部长表示，希望透过无同形式，让愈侪人了解转型正义的重要性，来推动社会和解。另外，5月19日天，全国27个不羁遗址也开放民众参观。国家人权博物馆嘛有办人权史甲纪念音乐会，希望和大众同齐认捌历史的创伤，创造民主人权的未来。记者卢尚珠、郑准佑、林旭凯新北报道。世界潮流界来关心的是瑞士北部一个庄头呢，最近是咧推动一种免费的公车，也毋过这台公车伊无固定的路线，嘛无固定的时间，就连这司机呢当时要发车，其实嘛无一定。因为这旅客若准要带这动物伴斗阵来坐车，其实嘛是会使。希望透过用这款的方式，鼓励大家接受变动，也增加甲人互动的机会。公车顶的乘客伫过磅卡时，做伙把手机手电仔拍开，嗨来嗨去，对音乐嗨一句唱一句，因毋是咧开 party， 是咧参与一个实验性的零号公车计划。Ich war einfach sehr neugierig, was das ist. Und ich freue mich auch so ein bisschen auf das Spontane, das gefällt mir. Parce que je suis curieuse, j'aime bien les surprises. Et mon amie Simona m'a demandé si je voulais venir. C'était la raison, je me suis dit c'est bien. 这是瑞士北部的小镇巴丁，虽然人口数敢若2万外人，不过挂附近通勤的人口，逐工伫遮活动的有12万人遐尼济。经营当地公车运输业者怎来规划12条正规的载客路线？当地时间4月3日，巴丁镇加一只号做0号的公车，使用甲平常时同款的车辆。不过，这路公车毋但免费，嘛无固定的路线甲时间表，司机自在发车，乘客嘛随意上落车。当然，要带宠物起来嘛无问题。Also wirklich empfehlenswert. Das ist einfach so ungeplant und einfach spontan. Wir haben gesungen in dem Bus, wir haben geredet mit allen Leuten. 推出这个计划，艺术家是一对双城兄弟，因过去都有真侪拍破传统刻板印象的想法。譬如讲，2017年因嘛发起所谓零星期旅馆，就是伫外口所在放一张双人名床，无壁嘛无天棚。那即届推出的零号公车，嘛是要拍破现有思考的壳仔安尼的理念。Normalerweise ist man sich ja gewohnt, dass man möglichst effizient von A nach B fährt. Und hier ist man eigentlich dazu aufgerufen, loszulassen. Im Sinne von, man muss nicht ankommen, sondern man gerät eigentlich in eine Zwischenwelt. In einer Zwischenwelt, wo man die Kontrolle zurücklässt, wo man auf andere Ausbruchswillige trifft. Man schärft die Wahrnehmung, man wird lebendiger. 两个兄弟拢讲，伫现代社会，逐工生活拢真辛苦嘛，一直做同款的代志。因为即个时间计划，目的就是要互网络世界内底讲的爱人，也就是有社交恐怖症的人，行出因家己的壳仔，用无同的方式面对面接触无同的人。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下晡尾的天气，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台湾各地也阁有平烏。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干那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有南山短暂阵雨，会到伫大台北、东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是会有局部短暂微阵雨。
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